歡迎收睇最新一期嘅博跡動物。羽毛球作為一種大眾及親子家庭都好受歡迎嘅一項運動，平時都會有不少親子家庭會選擇去到空闊嘅地方進行羽毛球運動。咁我哋呢一期都邀請咗梁太同佢嘅小朋友一齊向我哋嘅羽毛球運動員學習一啲基本嘅羽毛球知識。唔知大家準備好未呢？準備好。咁我哋一起出發啦！今日咧好感謝咧職工之家咧邀請我哋特奧運動員同埋親子咧一齊咧做呢個羽毛球嘅運動嘅示範。1、2、3、4、5、6、7、8。熱身運動可以俾我哋身體快速升溫，減少運動受傷。首先，我哋準備嘅姿勢係咁㗎，我哋轉腰，確保個球拍咧係向上拉出去嘅，咁先至打到個波夠高同埋夠厚嘅。第二個動作咧係猜高波啦。首先咧，我哋嘅手踭咧冇低過個頭啦。呢個係米字步嘅步伐啦。呢個係訓練我哋嘅羽毛球腳部嘅移動嘅技巧啦。左後、中後、右後。我哋今次教大家點樣去殺波。要殺波嘅話咧，係單腳起，雙腳落。我哋而家教大家點樣拉球啦，重心要向前，同埋個球拍咧要傾斜少少，同埋嗰個手臂咧要向前。我哋而家教大家點樣挑球啦。如果係正手挑球咧，我哋嘅腳步要去向前，個球拍向上拉出去，咁先會挑去到後場。如果係反手挑波嘅話咧，我哋用個右腳嚟向前，跟住再用個球拍向上拉出去，再打去後場啦。經常從事羽毛球運動，能促進機體嘅新陳代謝，改善於提高內臟器官嘅機能，全面發展人嘅身體質素。研究一致指出，無論短期還是長期鍛鍊，都可以帶嚟更多嘅快樂。就好中意呢個運動嘅羽毛球運動，因為可以訓練到小朋友咧，佢可以個反應啊。羽毛球係一個世界上最快嘅運動嘅球類運動嚟嘅，所以佢咧其實佢都好由細個已經接觸呢個運動㗎啦。羽毛球可以訓練佢嘅反應力啊，佢個運動量啊，所以其實佢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玩羽毛球呢個運動嘅。成日都一放假咧，我哋都會去一啲譬如主教山啊，或者綠楊啊，或者一啲有一啲空地嘅地方，我哋都會隨便打。呢度好似呢個地方，我哋都會經常嚟打。做運動咧，其實就唔需要次次都去專業嘅場地先得㗎。羽毛球作為大眾喜歡嘅運動之一，有時候只需要落樓就能夠同小朋友一齊練波。相信通過今期嘅運動員教學，家長平時落街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玩羽毛球，既能夠增強體魄，亦都能夠增進親子嘅關係。但要注意嘅係，同小朋友做運動之前，記得一定要做好熱身運動，咁先可以減少受傷，一齊開心享受親子嘅運動時光。